啊，没办个罗丹那轮叫单，这没罗了。他哋對啲男仔咧，即係做乜嘢講？但係啲冇人啲男仔就講。就乜關債住？咁啲男仔做嘅啲男仔做啊！係唔懂啊，都係套路啲呢。套路那我現在就是懂下啦，我唔知啦。啊，小我不也小你不看套路呢？嗱，邊個做咩？邊個做咩？上嚟啲人一邊長飲你都係，一直想嗌，一直想嗌。你看那大浪漫啦，你家講話講啦，咪啊，就對啦，咪就補啦，咪就係。我这就夸大，他这不，我这不超成的这条的，他不能再要他第六關幫生啦，有個住下啦，你問題啊，有個住他不他蠻大住在他，他那他要不你那不一樣子做咩？他地不都上哪裡？給了一條鎖就做這樣。我